佢哋就會話扮咩高貴啊，即係做得呢行啦，做得呢行就預咗咁樣啦。從來都冇一條例話咧，我提供完性服務俾你之後咧，你唔俾錢我咧犯法嘅。基本法、勞工法保障咗香港一班打工仔嘅基本權益。不過社會上仍然有一部分嘅人士，佢哋嘅工種明明合法存在，但仍然受到諸多限制，甚至被大眾加上各種負面標籤。法律保障不足，缺乏社會資源支持，令關於性工作者嘅數據記錄難以查找而且模糊。一直以嚟遭遇暴力同不合理對待嘅性工作者層出不窮。佢哋嘅權利始終難以保障，香港性工作者應該何去何從？石姑娘目前係明愛嘅註冊社工，主要輔導年輕嘅夜總會女性，提供情緒支援服務。主流社會對呢一紮嘅人或者呢一行嘅人咧，都會抱住一個自己落嚟嘅心態咯。一啲唔好聽嘅位就係可能用雞啊、木魚啊，跟住之後扯皮條啊。咁樣，即係呢啲嘅説話其實係好 negative 嘅嘢嚟嘅。對於主流社會上嘅負面標籤，部分行業內嘅性工作者都表示唔認同。即係賣淫其實都賣一種服務啫嘛，同打份工冇分別。即係大部分人聽到我哋做雞，即係我哋攤喺張床度攤大隻腳就有錢收，你邊有咁易？你越少記錄，即係你越唔了解呢紮人。你越少做呢紮研究，你就越唔會知道呢一紮人嘅需要係乜嘢咯。你都聽過話，人哋好多人會因為了解而去多一啲角度去睇呢樣嘢，所以你話有影響，咪就係因為唔了解有誤會，然後咪少資源，咪冇人關注，然之後咪俾人踩咯，即係俾社會去邊緣化咯。青鳥係香港首個為從事性行業婦女提供支援嘅組織，在內從事10年嘅 Cherry 認為，社會對性服務行業缺乏關注。性工作咧喺香港都唔係視為一個工作嘅，咁所以喺香港統計處裏邊咧就一定冇相關嘅數據啦，因為對都唔視為一個正式嘅工作啦、工種啦咁樣。咁啊，第二當然就係呢個議題上面，其實社會上面唔係太多人有興趣或者覺得係會關注㗎啦，咁所以都冇乜人會係願意花個時間或者花啲資源去做呢相關方面嘅研究咯。施小姐後生嘅時候曾經入行1年，而家30歲嘅佢已經成為咗一名家庭主婦，亦都同丈夫生咗一個小朋友。由於屋企出現經濟困難，佢決定再次入行揾快錢。咁有啲客咧，咁就算你做之前同你講好咗咩唔做得，有咩做得啦，其實佢哋到時都可以好暴力啊，或者撳住你同你大聲喝你。譬如你一定要用口同佢做咁樣，跟住依個就多啲。有啲客咧就可能做一半嗰陣時就會逼你除套咯。咁有啲姊妹就好驚啦。咁食霸王餐咧我都遇過嘅。咁但係冇人敢報警啦。咁到時佢做乜嘢撲翻我轉頭？咁到時又嘥時間錄口供啦。我哋都諗緊，不如做多單算啦。調查發現，200名受訪者當中，有18.5% 表示曾被顧客事後拒絕付款，亦有11.5% 表示曾經遭警員或自稱警員人士恐嚇、索取金錢同獲取免費性服務。我後生初自己出嚟做嗰陣時啦，咩都唔識嘅，即係連 CCTV 都冇裝。咁試過有個客咧做完唔俾錢，跟住同我講佢係差佬。跟住一 show 張證件出嚟，跟住又扮晒嘢話要 check 我身份證，跟住我梗係企硬啦，唔信佢，佢就同我講好惡啊，即係佢就話唔合作，就即刻帶你翻差館，即係告我，我就唔會有好着數嘅。如果冇多啲保障嘅話咧，真係唔好講話睇唔起我哋啊，唔好講話特權咯，其實我哋基本人權都冇。我自己印象好深就係我幾個月之前就係接到一個女仔嘅電話，咁佢就係發現自己俾人偷拍啦，咁佢其實喺電話裏邊佢把聲都已經震晒，咁就好驚。因為再問落去之後，先發現原來係佢屋企人發現嘅條片，即係唔係佢自己發現佢自己俾人偷拍，係佢屋企人發現佢俾人偷拍。咁啊當然就係從而就曝光咗佢嘅工作啦。咁就令到佢其實佢都話佢嗰段時間佢翻唔到屋企。
係因為屋企人唔諒解、唔理解。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性交易並唔犯法。換言之，單獨進行性工作係合法嘅行為，但如果涉及第三方嘅任何行為，例如扯皮條、經營妓院或者喺街頭招攬客人，即屬違法。當有一個人喺一個公眾地方招攬另外一個人進行一個性行為嘅時候，咁其實嗰條法例好似唔係淨係單針對性行為嘅，係針對一個叫做不道德嘅目的嚇。咁就算唔係性行為都得㗎啦。其二亦都較為常用嘅就係我哋所謂叫做馬夫啦，依賴妓女為生。只要有任何一個人佢依賴另外一個人，而嗰個人係從事娼妓活動嘅話，咁依賴嗰個人本身佢嘅生活本身就係依賴佢嘅收入嘅話咧，就已經構成咗依賴妓女為生㗎啦。咁另外仲有一個控罪嘅係比較少嘅，就係做宣傳嚇。譬如話，如果有一個人佢去為一個賣淫嘅場所做啲宣傳，例如貼街招啊，例如做 poster 啊、做燈箱啊等等，咁呢啲咧都係喺刑事罪行條例裏邊咧被禁止嘅行為嚟嘅。佢所從事嘅呢個性交易活動，只要嗰個活動本身唔係犯法嘅，咁佢應該要了解佢自己嘅權利嚇，以至到佢能夠保護到自己嚇，而唔係靠一啲特定法例。因為其實而家已經有好多法例去保護一個人佢自己嘅權利，只要佢冇進行一啲違法嘅活動。政府透過新聞公佈回應，現行法例係針對操控性工作者賣淫同經營色情場所嘅人士，並非性工作者本人。只係呢一啲政策會唔會對性工作者造成影響呢？3日內接連有4名性工作者遇害，有從事一樓一鳳嘅性工作者話，過往曾經喺工作期間俾人打劫，死裏逃生，到而家仍然冇辦法忘記。喺07年嘅6月，我喺中環嘅地方工作，咁我做完一個客人之後呢，個客人呢就即刻就捏我嘅頸，令到我窒息昏迷。昏迷咗之後呢，佢就走咗嘅。同年就住鳳姐連環劫殺案，青鳥發表咗一篇有關加強性工作者安全政策同措施嘅立場書。法律對於一樓一鳳嘅規定，引致性工作者需要獨自面對各種人身安全風險。喺2015年8月26日，一名男子因為女性性工作者唔願意俾自己留宿過夜，於是一氣之下用刀捅死受害人。喺香港，由於性工作者缺乏安全保障，佢哋好少向警員求助，喺出現危險狀況嘅時候，往往無力反抗，最終導致悲劇嘅發生。啱啱我講過啦，一樓係一個唔犯法嘅情況，即係經營方式啦。其實好多年前我都有聽過一啲一樓一嘅女仔就同我反映，就係佢後尾俾人拉咗咧，就係俾人告去管理一個賣淫場所。點解咧？就係個警察扮客人。咁就上到門口嗰度咧，就主動要求話，佢想要求多一個女仔提供服務。咁即係我哋所謂嘅一樓二啦，起雙飛咁樣。咁個女仔可能我唔知佢出於因為唔清楚個法律嘅原因啦，定係佢可能都即係希望個即係收入多啲，咁就都冒險去提供呢個服務啦。咁變咗就係咁就好啦，可能嗌埋附近啲女仔一齊，兩個女仔一齊提供服務啦。咁後尾嗰次就係嗰個女仔就俾人拉咗，係啦，因為你咁樣就係一樓二啊嘛。咁我哋正成日講嘅就係呢種咁樣嘅搜證方法，或者呢啲咁樣嘅執法拘捕嘅方法都係唔恰當嘅，因為你係主動引誘緊個女仔去犯案。當然啦，你可以講話啊，只要個女仔企硬唔提供呢啲服務，咁咪冇事咯咁樣。咁但係即係我哋始終都係覺得咁樣係一個即係你好似主動引誘人犯罪嘅情況，係啊，咁我哋覺得就唔係太恰當咯。咁而好不幸地，警察因為佢個工作身份咧，通常都會被視為一個可信任嘅證人，係啦。咁個女仔咧就係亦都係咯，咁就會係不被信任，咁就會推翻咗佢份口供，咁就會判個女仔有罪咯。即係如果我跟咗佢條法例，咁我又唔係冇得開工嘅。但係你諗下，如果做生意你賣廣告好正常㗎嘛？你落街睇執笠鋪頭，深水埗都周街用嗰啲大喇叭同你講話，即係執笠倉大減價咁樣。但係你而家你賣淫，你俾人賣淫，你又唔俾人知你喺邊度做或者係啲咩，咁你揾唔到客㗎嘛。咁但係我一落街招客，你又犯法，咁樣真係
好無奈咯，唔知可以做啲咩咯。你話就話合法，其實好多限制嘅，法律係針對我哋嘅。正正就係我哋覺得就係、有一啲法律上面嘅含糊地方啦，或者係一啲比較矛盾嘅地方，令到係性工作者可能佢哋自己本身唔係好清晰自己究竟做緊嘅工作係咪有冇觸犯法例，係啦，從而令到咧其實係會俾有心人士係利用咗，係可能會對佢哋會進行一啲剝削啊，或者甚至乎係做一啲傷害佢哋嘅事嘅。唔同國家喺規管性行業上都有各自嘅做法，當中有冇香港值得參考嘅地方呢？以新加坡為例，當地政府早已經喺20世紀立法規管性產業，例如發出俗稱黃卡嘅工作准證，將性工作者集中於牙龍紅燈區等等。喺衛生健康方面，新加坡政府亦有定期接受健康檢查嘅要求。相比一樓一鳳，以上種種措施既能提升性工作者嘅個人健康保障，佢哋之間亦可以互相照應，大大降低意外或傷亡嘅風險。發牌規管妓院似乎百利而無一害。新加坡嘅法規亦已實行咗60年有多，如果喺香港照板煮碗，又可唔可行呢？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地區、每一個城市，佢立一個法例啦，針對呢類嘅行為咧，其實係好視乎翻歷史嘅原因，當地嘅人嘅文化、教育水平、道德標準、宗教好多呢啲元素嘅。如果當我攞一個發牌制度，咁好明顯啦，即係換句話嚟講，係有一啲性工作者攞唔到牌。咁我就會問翻呢啲性工作者係咪因為呢個冇牌嘅情況底下，佢就唔再從事性工作者嘅活動呢？好啦，如果佢繼續做嘅話，咁呢啲性工作者冇牌性工作者，佢所暴露喺佢嘅危機會否更大呢？你將呢一個咁嘅活動撥入咗地下嘅時候，會唔會因為咁有更多我哋冇辦法控制到嘅罪案，對呢啲人士本身有更多我哋冇辦法能夠把握到嘅情況出現呢？呢個係好難去評估嘅嚇。我讀得唔多書啦，咁但係我唔係好知有咩法律嘅係關乎即係呢行好清楚呢啲嘢啦。咁但係我梗係想多啲保障嘅，即係就算啲警察過嚟巡同我哋客氣少少都好啊。即係有陣時太我又或者其實佢哋已經當我哋做緊嘅嘢係犯法噶嘛，咁我哋都唔敢出聲嘅，咁係無奈噶嘛，咁但係冇辦法，你法例呢啲嘢我改變唔到，咁大部分做呢行嘅女仔其實都揾快錢啦，大家即係揾到咪走咯，咁但係其實每日返工大家其實都係出嚟搏嘅啫。係咯，我自己其中嘅願景就係希望都可以係有一個長期嘅支援服務提供到俾佢哋啦。咁但係我都希望係無論法律上面如果有少少改革，提供到多少少嘅保障又好，或者係社會上面，即係雖然而家都改變咗好多㗎啦，即係對佢哋嘅一啲睇法。但係我希望如果可以再多少少嘅多少少尊重嘅，咁我會係覺得最好咯。係啊，其實咧每個人少一個標籤，少一啲説話講出嚟，同埋當佢知道做性工作嘅時候，你少一啲説話講少一句，其實已經好大力量咯。即係大家會了解多咗呢個文化嘅話，其實都係一種藝術嚟，都係可以一個好靚嘅藝術。喺各種社會因素限制之下，有關保障性工作者安全、健康以及基本人權嘅改革倡議遲遲未能實行。行內人士同埋社工界別表示，明白法案修例唔係一時三刻可以解決，只係希望政府可以循序漸進，檢討法例準則不合時宜同埋資源分配不足嘅問題，以保障社會弱勢社群嘅基本權益。其實就如受訪者所言，佢哋爭取嘅從來唔係特權，只係普通基本嘅尊重同埋保障。